巧姐，你紧看，你紧看，迄鱼仔足大尾哦，足多，紧来，鱼仔足水的，你看。我要来去掠鱼啊！不要，电脑，你水族心足危险的，你唔通安尼危险了，电脑，哎呀！电脑！王妃，你是讲？既然太子安全无事，王爷你哪着这尔着急的？是。八千岁，请用奴婢讲几句话。现在皇上心痛心老娘娘，以奴婢看来，伊是要将老娘娘处死。来日方长，恐怕殿下性命宁保一时，难保一世。为了宋氏皇室，为着太子的安危，请王爷你来三思啊！是。王妃，以你之见。以心切之见，咱暂时将太子留伫咧南清宫抚养，等待若有机会，再奏明皇上嘛也袂慢呐。是。叫，咱会将太子殿下甲留在南清宫来甲伊抚养。王爷，正日甲霹雳拢已经十岁啊，当年的代志。王妃，这件事现在也未跟你讲。王爷，你的意思是？等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用的。啊，毋过老妃所生的太子嘛已经10岁啊。我不要叫。无来，食水果啦。我不。哎呦，我要来去平佚佗啦。孝子啊，娘娘带电脑去平佚佗。我要来去啊！哎，电脑，电脑，电脑哪样走的？你搬走啊！电脑，电脑哪样走的啊？电脑，电脑，电脑，电脑。
你是一个小小公主，凭啥物管我？我若欢喜怎样就怎样。电啊，万一你若跋倒，老娘娘是会骂我呢。要无我带你来去迄边佚佗，呀！哎呀，我乖啦，啥互你看？你要叫我去迄边，我肯定要来迄边佚佗。哎，电啊，电啊，用啥？唔通用走的啦？我肯定要走，我肯定要走，我要用电啊！安尼，免你管。电啊，有影，遐花足水的，水底有花，我带你来看花吼。伫遮你看。迄花伫啊，安尼有水无？啊，足水足水。教主，啊，迄是啥物花哈？叫做荷花。荷花哦。啊，巧姐，你紧看，你紧看，迄鱼仔足大尾哦，足多。紧来，鱼仔足水的，你看。我要来去掠鱼仔。不要，电啊，迄水族真足危险的，你唔通安尼，安尼危险了，电啊，安尼走啊！电啊！老灰所死的太子，抱落去金水里死。是。当初伊想要将李娘娘所生的太子害死就死，等落去金水里，想袂到今仔日，你看，伊家己所生的囝，竟然抱落去金水里死，这叫做恶有恶报。王爷，老妃所说的囝嘛是丧失的风事啊。王爷要哪会讲这种话呢？这拢是老妃所做的罪恶，报应在因囝的身上。唉，无非这敢是天意。8,000岁，但是，皇上现在，因为太子不幸，皇上10分的伤心，已经锁入无定殿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免搁这么伤心，身体要紧。君王，禀皇上，8,000岁求见。团结，遵旨，皇上有旨，8,000岁进宫。殿下万岁！皇兄平身。谢万岁！请问，皇兄，自古是哪有大摆事呢？是。皇上，殿下已经死了。你应该唔通想过头伤心，应该以国家为重。这，我的囝，娘娘，你也该
心肝想较开一点，今仔日的不幸，莫过是上苍伫咧责怪。八千岁，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心内明白。八千岁，依你之言，这本宫有做什么亏心事情？问你家己良心就会知影。若有人不知，地非计莫为。皇上，老妃，丧失的宗事，已经全丧在你的手中，难道你到即嘛也唔知通花解释？赵德芳，哼，你唔通可惜你王位的职位，就用随便欺人太心事，就用讲这款，你分明是含混不离的威信。老妃呀！你真是食着心心霸道，竟然敢在本王的面头前耀武扬威，不如今仔日可以好好教训你，不可看到。千万，皇兄，请息怒啊！万岁！皇兄，老妃是因为太祖逝世，伤心过度，才会来得罪着皇兄，惹你受气。哎呀，伊实在也太不应该啊！皇兄，请你看在朕的份上，你就饶伊一摆。皇上，神对在要死的所在，请皇上开恩。皇兄何罪之有？平心。谢皇上。过怀口子，老比赛，赶紧插娘娘入宫休息。是。皇帝啊！皇上，太祖之死，莫过是命中注定。伤心无用，请保重你贵体要紧。皇兄，朕已经年纪老迈了，眼观宋氏的江山并无继承之人，你叫朕怎会伤心呢？皇上，特非生有两子，调聘已共调征，年纪即马拢是10岁了。假使皇上有意者，可以立为做皇叔。哦，既然如此，就有劳皇兄明日带来见朕啊！神遵旨。要一8000岁的长子调征为太子，是。乖囝，你为什么命保护浅的？今仔日你若莫受尽不幸，莫袂。娘娘，娘娘，唔通动哦，自保有体，娘娘。皇上将8000岁的长子调征立为太子。8000岁的长子，敢会是当年陈公公藏伫个业内，带去南清宫迄个李娘娘生的太子？